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3月29日，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也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恩典。耶稣为我们摆上的这个恩典，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经历这十字架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成为今天的敬拜。十字架。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你受鞭伤，我得医治，你受刑罚，我得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耶稣背负十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你受鞭伤，我得医治，你受刑罚，我得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唯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
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主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这十字架是我们美好的记号，这十字架是我们救赎的记号，这十字架要成为我们永远的荣耀。主啊，靠着你的宝血，我们得着救赎；靠着你的宝血，我们要在当中要重新被你来建造起来。主啊，在这受难的日子当中，也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那美好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要将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你面前，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愿主你就祝福在我们当中，悦纳我们所摆上的，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将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3月29日，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44节到第56节。路加福音第23章第44节到第56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约在中午的时候，日光消失了，黑暗笼罩大地，直到下午3点钟。悬挂在圣殿里的幔子裂成两半，耶稣大声呼喊：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他就断了气。那军官看见这事的经过，就颂赞上帝说，这个人真的是义人。围观这景象的民众看见了这一切，都悲伤地捶着胸膛回去。所有跟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随他来的妇女，都站在远处看这些事的经过。有一个从犹太地区亚利马太城来的人，名叫约瑟。这人良善正直，一向盼望上帝主权的实现。他虽然是议会的议员，却没有附和别人的计谋和行为。他到比拉多面前要求耶稣的身体，然后去把身体取下来，用麻纱包好，安放在一个从岩石凿成的墓穴里。这墓穴还没有葬过人。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就要到了。那些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的妇女和约瑟一起去，看见了墓穴，也看见了耶稣的身体怎样被安放在里面。他们就回去为他的身体预备香料和香油膏。他们遵照法律的规定，在安息日休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3章第44节到第56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在今天经文当中，不知道大家看到了什么？在今天也来到了受难周的第5天，周五的时刻。在这当中，我们要在读的，也都在耶稣一步一步的走向哥哥他，一步一步的走向那十字架的道路当中，去经历了这许多的事情。当我们在受难周的时候，也是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跟着耶稣来往前走，来去经历这些时刻。而这些时刻，也是因为耶稣为着我们的罪来担负了我们的罪。就像前2天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那耶稣代替了巴拉巴，耶稣也跟那2个囚犯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些人，很多人也都在为着耶稣做见证。在前面有一些人在为耶稣做见证，前2天讲到那些被鬼附的人，那些得着医治的人。而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在这过程里面，比拉多、希律其实也在为耶稣做见证。今天也有这军官在为耶稣做见证。因此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当中所做的，并不是因为他犯罪了，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而是为着我们这世上所有的人而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经文所记载的，也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后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今天的经文讲到说，约在中午的时候，日光消失了，黑暗笼罩大地，直到下午3点钟，悬挂在圣殿里的幔子裂成2半。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日光消失了，黑暗笼罩大地。在22章那边有讲到说，黑暗的时刻来临了，已经是黑暗的时刻，也就是好像我们感觉到就像是撒旦掌权的时刻一样。在这些时刻当中，耶稣是耶稣死去的时刻。所以在当中大太阳时刻，在中午的时刻，竟然是经历到黑暗的笼罩。所以约在中午的时刻，日光消失了。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日食，这是怎么样？然而在这时刻里面很特别的，日光消失了，黑暗笼罩大地，直到下午3点钟，也就是这3个小时当中，日光不见了。有可能就像我们在讲日食一样，在这3小时里面是日食的时刻，看不到太阳，是一个黑暗的时刻。所以在传统的过去的时刻，我们不管在台湾、在中国、在以色列，在许多地方看到这种日食的时刻，这种黑暗的时刻是一种害怕的。而在当中也让人感觉到上帝离开了，上帝没有在当中，也去经历到这黑暗的时刻。而在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刻，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供应，看不到这当前的时候，会觉得这是最黑暗的时刻。在这么多年来，其实台湾也常在讲这黑暗的时刻。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如此。所以从中午到下午3点，也就是太阳最炙热的时刻，我们会知道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刻也大概是这个时间。以前我们常会讲到说，要打球要运动的时候，最好是下午3点之后，太阳渐渐的没有那么强的时刻。有时候我们下午3点4点之后才去打球去运动，这会觉得没有他们热的。而在当中我们会看到，就是中午从12点到3点的时候，应该是最热的时刻，而这时候日光不见了，也就是前面在讲的黑暗的时刻。而当耶稣死去的时候，这边讲到说，悬挂在圣殿里的幔子裂成了2半。所以当中也就是我们过去常在讲的那个幔子裂成2半，把隔绝在人跟上帝中间的那一块布，那一块阻隔打开了，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而这当中这个裂开的时刻，也就是耶稣死去的时刻，也就是耶稣将自己献上的那时候成了，那幔子裂开了。所以在这当中所经历的是非常特别的时刻，这幔子裂开了，裂成了2半。所以当中将这打开了，将这幔子打开，将这个阻隔的东西打开，原本是让我们看不见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那耶稣的施恩座那个约柜，但是当打开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就像现在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这种讲台上面其实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至圣所，不再是那个祭坛的样子，而是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这幔子打开已经是很不一样的状况了，已经是让我们能够在当中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再是需要祭司，不再需要主教、神父或者是牧师。所以当中我们看到那时刻这样慢慢过来的时候，以前是要透过祭司，以前在旧教的时候需要神父，而是当中牧师带领大家来到上帝面前，直接来到上帝面前来去经历这美好的恩典。我们接着来看接下来经文讲到说，在那个时刻幔子打开，耶稣在那边大喊说，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说了这话就断气了。所以这幔子裂开，跟耶稣讲这段话，然后断气了。其实也可以说，大概是那个时候同时间的时候去面对这些事情，幔子裂开了，成了，裂开了，耶稣断了气了。这边讲到说，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还记得前面有一句话在讲吗？父亲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当中让我们看到了耶稣这样怜悯的心。耶稣知道他来这当中的使命，他不是要去控告那些人，而是要来拯救世上的人。他代替了巴拉巴，也代替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当中当他成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边很重要的一些部分。我们很多时候太多的抱怨让我们迷失了，看到太多事情让我们迷失了，让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面对这许多人的陷害，面对这许多人的羞辱，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抱怨，甚至想要去诅咒别人，诅咒这所有伤害我们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经历到这些事情，他不是去诅咒这些人，而是求上帝赦免了所有这些人。而这当中他也担负了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许多的罪。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是如此的不一样。所以这当中最后他也讲到这句话，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已经摆上了，他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传统我们都会说，耶稣是那祭司，是那大祭司，是承接麦基洗德这个系列下来的，也就是麦基洗德下来就是他，两个这样的祭司，是不同于亚伦的传统。而在当中他将自己献上，他也成为那活祭，也成为那代罪的羔羊。所以在最后他对上帝说，父亲啊，我将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所以也就是让这些事情成了。在当中当他献上，当他将自己的生命来摆上，他断了气，也在这同时前面的经文讲到说，圣殿的幔子裂成了两半。因此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真的很特别。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见证人出现了。这边讲到说，那军官看见这事的经过，就颂赞上帝说，这个人真的是义人，这个人真的是义人。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真是非常特别的一些景象。这军官或许是在这那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是没想到他所站出来的很不一样。在今天经文当中讲到两个人，一个是今天的军官，一个是另外那个议员约瑟。而这些他应该是乌合之众当中其中一个，同流合污的。但是没想到这军官他所站出来，他所在讲的是不一样的。这边讲到说，那个军官看见这事的经过，就颂赞上帝说，这个人真的是义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在人群当中有一些人是少数的。所以也有很多人在讲到说，在教会里面真的有生命有见证的人是少数的，真的愿意顺服的是少数的。就像我们看到在前面在讲到说，在摩西那时候差派了12个探子去看那迦南地的时候，回来讲到说，
哇，我们要进去，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流奶与蜜之地，那地方非常的肥沃，我们应该进去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然而这也是少数，2/12而已。而这军官也算是少数的其中一个。我相信他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让他看见上帝要他看见的。所以这当中，他能够在这里面讲到说颂赞上帝，他颂赞上帝，所以他讲出这句话：这个人真的是义人。因此在这当中，让我们看到非常的特别。他这边提到的是，在颂赞上帝当中去讲出这句话，做出这样的见证，这个人真的是义人。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在这许多人当中，这些士兵里面，在这许多人当中，都在嘲笑他，都在嘲笑耶稣，说你若是基督，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你就下来啊！你不是很有能力吗？你就下来啊！甚至他们还挂了一个牌，控告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在这里面很特别，在这过程当中，大家都在嘲笑他，但是这边讲到说，这个军官看见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包含什么？我相信包含了他被鞭打，包含了他被很多人来嘲笑，甚至他也看到了在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以及这3个人的对话，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2个囚犯的对话当中，以及耶稣的对话，他们3个对话当中，让他看见了很不一样。他看见了很不一样。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不是在咒骂，不是在抱怨，而是求上帝赦免这许多的人，也在当中求上帝接收他的灵魂。所以他看了这整套事情之后，他所经历的，他所领受的跟别人不同。所以这军官看见这些事情的经过之后，就颂赞上帝说，这个人真的是义人。我们看，这也是很不一样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们接着也来看，当这个人他见证之后，当这军官他做了这样见证之后，我们看到围观这景象的民众看了这一切，都悲伤的捶着胸膛回去了。我想这种捶着胸膛有很多种意思，有一种是一些悲伤的，有很多人看不下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有很多被耶稣帮助过的人，有很多与耶稣同在的这些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在这当中讲到这些围观的民众看了这一切，都悲伤的捶着胸膛回去了。所以有些人是很悲愤的，哇，把他钉死。但是有些人是看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极其的哀伤悲痛在这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民众他们的表现也都很不一样，所以所带出来的也是很不一样的情况在这里面。因此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中，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有很不同。所以在前面经文，在很多人在那边说啊，钉他十字架，把他杀死。而在当中也有很多人很悲伤的去面对这一刻。所以当中讲到说，他们就很悲伤的捶着胸膛回去了。当然或许有些人也会撕裂他的衣服啊等等的，撒灰在头上，或许。而在当中讲到的是，这些人他们都悲伤的捶着胸膛回去了。接着也看到这边提到说，所有跟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随他来的妇女，都站在远处看这些事的经过。我想很多人不敢靠过去，因为在那当下或许也成为说这许多的暴徒在那当中。还记得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在那晚上跟着犹大去抓耶稣的这些人，这一些大祭司和这些护卫官他们所派的这些人，跟着犹大去抓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带着刀，带着棒，带着剑，带着很多的武器要去抓耶稣。耶稣那时候就跟他们说，其实我不是常常跟你们在一起吗？我常常在圣殿啊，你们为什么不抓我？而这时候你们带着刀来要来抓我，是把我当成暴徒吗？
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好像把耶稣这群人当作是暴徒，但是我们回来看，是不是这些人也成为那些暴徒？当他们在喊着钉死他，钉死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情绪是很高亢的。如果有人讲不一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可能也要把他抓过来，要把他钉死。其实这种状况不也就是很像中国的那些我们说的红卫兵吗？有很多在台湾里面也是一样，有很多人容不下其他人的声音。当他们在抗议的时候，他们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他们在暴动的时候，其实听不进去别人的声音，那其他声音进来，有可能毒打一顿，有可能对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看有很多人在那当中是很不理性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所有跟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随他来的妇女，都站在远处看这些事情的经过，他们就没有进到那里面去。其实进去在那当中我们看到那个想法是不一样的。而在当中或许他们进去的时候也会去经历彼得所经历的。很多人会说啊，这不是跟彼得跟耶稣在一起的吗？啊，你不是他的门徒吗？你不是跟他在一起那些人吗？所以当彼得跟着他们走的时候，被认出来，他有3次不认主。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这些跟耶稣熟悉的，跟在耶稣的旁边的这些人，或许是他的门徒。我所谓的门徒是那12个以外的门徒。其实很多人有耶稣旁边有很多，除了这12个门徒以外，还有很多的门徒跟在他身边。所以当中有很多这样熟悉跟耶稣熟悉的人，有很多妇女。其实在耶稣身边是有很多妇女在服侍他，在跟随他。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并不是只有男人，其实女人非常的多，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其实教会里面信徒当中的妇女是比男人还多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站在远处看着这些事情的经过，看着众人说要钉他十字架，看着众人在鞭打耶稣，看着众人跟着耶稣在走上那哥哥他苦罗地的这段路，看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看着这些人在羞辱着耶稣，看着耶稣跟这2个囚犯的对话，看着耶稣最后说：“父亲啊，接收我的灵魂。”就断气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妇女以及长期跟着耶稣的这些人，跟耶稣熟悉的这些人，他们在远处看这些事情的经过，也可以说这些人也成为耶稣这段经历的见证人。很重要的是他们成为见证人。所以在这样见证人当中，他们后续，我相信他们后续在生命当中的整理，在情绪当中的整理之后，他们也能够去做见证，也能够去分享出去。所以当犹大被除名之后，当他们要再去拣选一个人，再去选出一个人成为12使徒之一的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从耶稣拣选这些门徒开始，一直到耶稣死去的那段时间，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的见证人才有资格成为这12使徒之一。所以在这里面很重要的是看这些事情的经过，去成为这许多事情的见证人。所以这非常重要，看这些事情的经过。当耶稣死去之后，这边提到说，有一个从犹太地区亚利马太城来的人，名叫约瑟。这人良善正直，一向是盼望上帝主权的实现。所以前面所在交代的是耶稣死去的那段时间，那个情境，而且在当中也有见证人。而接下来当耶稣死去之后，上帝也安排了一个人出现，也就是这个名叫约瑟的人。这个人良善正直，一向盼望上帝主权的实现。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很特别，这个人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有一个有生命的人。所以这讲到说他的生命里面所展现出来的，圣经里面记载说良善正直。
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跟这些人同流合污。我们看到过去这些人，这些祭司长，这许多的人在这当中，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陷害耶稣，他们做假证。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人，从祭司长甚至大祭司一直下来到这许多的民众，这些人所犯的是十诫里面至少犯了一条十诫里面的诫命，就是做假证去陷害人。他们做假证去陷害耶稣。当我们在看四福音里面记载的时候，当他们在审判耶稣的时候，里面提到说他们找了许多的人要来做见证，要来陷害耶稣。所以在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如此，做假证来陷害耶稣。在当中这就是十诫里面的其中一条。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虽然是议员，是议会里面的议员，却没有附和别人的计谋和行为。所以这句话也附和前面在讲的良善正直。良善正直，因为他是良善的，因为他是正直的，因为他一向盼望上帝主权的实现，所以他就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没有成为那当中的一丘之貉。在当中我们看到的，他没有附和其他的计划、计谋和行为，所以上帝拣选他来做处理耶稣后面这些事情的这一个人。所以当中很特别，我们看到这当中很特别，上帝特别拣选他。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没有在记载里面，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个在那当时可能是有权势的人，但是这个有权势的人更重要的是良善正直，盼望上帝主权的实现，因此他不附和其他人计谋和行为。或许他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或许他也不知道那些人要干嘛，但是最主要的是他在当中没有犯罪，没有因着附和其他的人所做的这些事情来犯罪，没有附和这些人。因此在这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些情况是很特别的一些状况，上帝特别拣选这个叫约瑟的人，在当中来处理接下来的这些事情。所以当他来的时候，他就来到比拉多面前，去要求比拉多能不能把耶稣的身体给他，让他去把耶稣的身体来埋葬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就在处理这些，当他去求的时候，当然比拉多也会给他面子，所以就交给他去处理耶稣的身体。他就去取了他耶稣的身体，去把它取下来，用麻纱包好，安放在一个从岩石凿成的墓穴里。而这当中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处理的时候，我相信也是照着他们当时的处理方式来处理。而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是，这墓穴里面没有葬过人，这墓穴是没有使用过的，是头一次使用，是凿成的。而这当中或许他是预备好要给自己用，或给自己的家族来使用。所以在这当中记载这很重要，这墓穴是没有使用过的，是没有埋葬过其他的人，完全没有使用过。所以当中也不用去猜测有其他的景象会出现，很单纯的就是耶稣被埋葬在这当中，耶稣后续所发生的事情也不会有其他的状况。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把这些东西用的最好的一个状况，所以耶稣是被上帝拣选，被上帝使用的。而在这当中铺陈了许多的人，也包含这个约瑟参与在当中，也包含了这墓穴参与在这里面。这墓穴没有葬过其他人，所以照着当时的方式来处理，而且在当中也用那最好的将耶稣放在那里面。接着我们看到说，那天预备日安息日就要到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用我们现在时间来算，应该就是礼拜五的中午到下午3点的时间，耶稣死去了。而在当中死去之后埋葬在那里面，然后他处理完之后，接着大概6点的时间，就安息日来到了。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安息日来之前的那段时间，其实预备要守安息日的时候，而他们
在预备这些之后，接着就是安息日的到来。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使用了约瑟，而约瑟也可能也差遣了一些人来处理耶稣的身体。因此在当中第55节这边讲到说，那些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的妇女和约瑟一起去，看见了墓穴，也看见了耶稣的身体怎样被安放在里面。所以我想约瑟可能请了一些人来帮忙处理耶稣的这些身体，然后把它放到墓穴里面去。然后我们刚刚有看到说，有一些跟耶稣熟悉的人，以及跟着他从加利利来的那些妇女，从远处见证了这些事情的发生，看见了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那些妇女也跟着约瑟一起去到了墓穴，也看见了耶稣怎么样被安放在当中。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见证了这些事情，一直到耶稣死去，一直到耶稣被拿下来，被整理好，然后被用麻布包起来，安放在那个墓穴里面。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以及这些妇女，就是这些见证人，他们很清楚的看了这一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记在心里面，他们知道那状况怎么样，接着后续他们才有办法去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他们明白了这些，所以我想有很多的人可以很仔细，他特别的提到这些妇女。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妇女，她们心是很细的，她们可以看到这每个细节，而在当中处理耶稣的这每个细节，以及放着这位置，最后这大石头关起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去记得这些，而成为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那些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的妇女和约瑟一起去，他们看见了墓穴，看见了耶稣的身体怎样被安放在里面。所以从前面到这边，我们看到好几的看见。所以他们讲到说，前面讲到说，从远处看这些事情的经过，这边也讲到说，看见了墓穴，看见了耶稣的身体怎样被安放在里面。所以他们看见了，他们成为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知道了，他们记了下来，了。所以当我们讲到看见跟记下来的时候，应该就会想到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她常看到耶稣的一些事情，她看见了就把它放在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妇女也是一样，她们看见的时候放在心里面，她们就记下来。所以接着他讲到说，他们就回去为他的身体预备香料和香油膏，他们遵照法律的规定，在安息日休息了。所以在这安息日当中，他们就没有再过去。所以放在墓穴之后，他们就回去，可能经过1天的时间。所以在安息日过了之后，所以可以看到说，在礼拜5傍晚到礼拜6傍晚这段时间，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就没有再做那些事情。然而我们看到另外后续的经文会讲到说，在安息日过后，在主日的那一天，也就是安息日过后的那个清晨，用我们现在来讲都是礼拜天的清晨的时候，这些妇女她们去到那个墓穴当中，也见证了耶稣的复活。所以这边讲到说，他们这些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回去守安息日，而这当中他们也预备了为耶稣的身体来预备的香料和香油膏，照着他们的传统，照着当中担心耶稣的身体会腐败啊等等的，他们去预备这一些，也是后续我们看到他们带着这些东西，要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去见耶稣的时候，他们所带的那些东西。所以在当中他们预备了这些，他们遵照法律的规定，在安息日也休息了。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处理完，其实时间是很快的。从中午的时刻，中午12点的时刻，一直到3点是黑暗的时刻，而3点的时候，耶稣死去了。而接下来我们看到后续约瑟处理这些事情也很快的，在安息日开始之前，他处理完这一些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今天
是受难日。在当中也是透过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今天的日子当中，如果用今天礼拜五来看，早上天还没亮之前，耶稣带着门徒在夜晚的时候去到客西马尼园，当他们吃完逾越节的晚餐，在客西马尼园那边祷告。而犹大带着人去抓耶稣，接着12点之前，从天亮到12点之前这段时间是在受审的时刻，一直包含着这段时间是那段苦路的时间。受审完之后，走这段苦路，去到骷髅地，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在12点一直到下午3点的时间，到3点的时候死去了，断气了。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这个时刻来做这样子受难日的时刻。所以在当中复活节前的礼拜五，我们称它为受难日。在这时刻我们也会有一个受难的圣餐礼拜，在当中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去体验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刻，当耶稣死去，而在当中上帝也预备好这一些，预备好耶稣死去之后，这个约瑟来了，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而在当中也有这样墓穴没有使用过的全新的，让耶稣的身体放在那当中来安葬。而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这也是耶稣死去的过程，而也很重要的，当耶稣死去的那一天，圣殿的幔子裂成2半，打开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当中我们也常在讲，上帝透过摩西来颁布的那些献祭，是帮助我们跟上帝重新建立这样的关系。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是，耶稣来也是要修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让那幔子裂开之后，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重新建立这和好的关系。因此在今天经文当中，让我们回来思想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来走，我们要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来去思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默想今天的经文，再次的来默想今天的经文，来思想今天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意涵，也思想着在当中上帝在对你说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来回应上帝。
主，我们感谢你，到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将自己献上，学习你的样子，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主啊，你为我们来摆上，为我们的罪代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不用再去经历那一些，让我们恢复跟上帝那美好的关系。因着耶稣，我们再一次的领受这美好的恩典。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因着耶稣你所做的，上帝不再看我们的罪，你舍弃了这天上的这许多的恩典，许多的荣耀，成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我们的罪，你做了这些。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我们能够来这当中来认我们的罪，求上帝赦免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不再是陷入在那种害怕恐惧当中，而是被你来得的恩典被你救赎了。主啊，愿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在那黑暗当中，而是有那日光照耀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主啊，在这受难周当中，在这受难日当中，让我们与你一起警醒片刻。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聚集的时候，愿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愿主你就祝福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让我们被上帝分别为圣，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在这受难周当中，也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跟随耶稣，让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也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再继续的来到上帝面前，有这段安静的时间。愿上帝祝福你。